白云电真正热，日日地引带。无论风雨啊变情，伊拢会作伴。咱着算笑伊的有，日日应有存。无知的艰难变成欢喜，烦恼变福气。伊着较因带，予人稳定拢无煞。开咱的心肝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路开声应声，好天地隆重三家欢喜。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所要读的经文是《申命记》11章第1节到第17节。伫咱读这段经文的时，先知影一件代志，就是当以色列人已经伫约旦河东，水地伫目睭前，摩西却知影，伊家己无法渡过去。伫这段经文，摩西要对百姓讲的是，上帝带你出埃及。毋是要互你换一个好过日的所在，继续靠家己活，是要爱你学会晓，逐工拢爱靠上帝活。我想即句话，嘛是今仔日对咱的提醒。这时，咱来共读圣经第1节。所以你着听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常常守伊所吩咐你守的，甲伊的律例、法度、诫命。这节经文。摩西先讲的毋是命令，是听。第1节讲，所以你着听耶和华你的上帝。摩西无先讲，爱守伊所吩咐你所守的律例、道、诫命，是先讲听。这是要讲顺服，毋是惊受罚，是因为你捌这位上帝是啥人。摩西提醒百姓，你听上帝，毋是因为伊会祝福你。是因为伊早就救过你，看顾你。第2节到第7节，恁今仔日就知，因为我毋是甲恁的囝儿讲，因毋知，也无看见耶和华恁上帝的教导、威严、大权能的手，甲伸出的手骨，以及伊的神业，伊的所做建立伫埃及中对埃及王法老。甲伊的全地所行的，也伊安怎款待埃及的军兵，甲因的马、因的车，因对日恁的时，耶和华怎样互红海的水因袂无因到今仔日，佮伊伫旷野安怎款待恁，甲恁来即个所在，佮伊安怎款待流便的子孙以利亚的囝大丹、亚比兰，地安怎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开喙。吞因甲因的家眷，以及因的布边，甲一切军队因的画面，只有恁亲目看见耶和华所做一切的大事。伫第2节到第7节的经文，摩西叫百姓爱得直，恁是亲目看过的人。摩西一直强调，这毋是恁的囝听来的，是恁亲目所看过，看过埃及王法老。换骄傲，最后嘛是输伫上帝。看过红海分开，看过旷野无食物，上帝日日会供应。看过可拉党的背击，第2吞灭。摩西是要讲，恁的信仰毋是听故事，是有历史的。所以恁顺服，毋是因为无选择，是因为恁实在是知影离开上帝。是无路通行的。第8节到第12节，所以恁着守我今仔日所命令一切的诫命，互恁壮胆，为日去承接恁所要过去承接的地，也互恁的日子久长。伫耶和华所甲恁的列祖咒詛赏赐因，甲因的后裔的地，就是迄号豆奶甲蜜的地。因为你要过去承接的地，毋是亲像恁出来的埃及地，
恁伫遐夜静，用骹踏来灌后，亲像菜园，独独恁要入去心食的地，就是有山有山谷，来承受天的雨水的地，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地。对年头到年尾，耶和华你上帝的目睭常常看伊。伫这段圣经节，摩西用土地来教信仰。摩西讲一个真特别的对比：埃及甲迦南。埃及是啥所在？是有尼罗河，水源稳定，人用骹踏水车就会有水。这意思是，埃及是人感觉我会当控制的生活的所在。但是迦南呢，有山有山谷，无大河，完全倚靠天落雨。摩西是要讲，上帝带你出埃及，毋是要互你换一个所在，继续靠家己，是要爱你学会晓，每一日拢爱倚靠上帝来活。第13节到第17节，恁若留心听从我的诫命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，听耶和华恁的上帝真心真性服侍伊。就我要照时落你的地所欠用的雨，就是前的雨、后的雨，互你通收成你的五谷、你的酒、你的油，也互你的田野发草，饲你的精生，你也要得到巴掌。恁着家己谨慎，免得恁的心受迷，逼到恁歪错，去服侍别个上帝来敬拜伊。直到耶和华大想起恁，雨天乖密无落雨，地也无出产，恁就伫耶和华所赏赐恁的水地紧紧灭无。伫这段圣经节讲的是祝福甲警告，这是同一件代志。上帝讲，你若听话，就有雨水，有收成，有性命；你若离开我，天会乖密，地会干。这意思毋是在恐吓，反倒是真诚实的提醒。人若离开性命源头，性命自然就会孤单。今仔日所要分享的经句是第13节到第15节。恁若留心听从我的诫命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，听耶和华恁的上帝真心真性服侍伊。就我要照时落你的地所欠用的雨，就是前的雨、后的雨，互你通收成你的五谷、你的酒、你的油，也互你的田野发草，饲你的精生，你也要得到巴掌。读完这段经文的感想是：当读到听话就有祝福，无听话就会受亏损的经文时，其实心内有时感觉真有压力。也毋过今仔日搁读，反倒感觉上帝是咧讲一个真实在的生活道理。摩西讲到埃及甲迦南的差别，这嘛互我真有画面，因为埃及有水有系统，人会感觉生活拢是靠家己咧控制，也毋过迦南啥物拢无，逐工拢爱等落雨，等上帝供应。意思就是人若要活落去，就爱学习信任。这嘛互我反省，其实真爱埃及的生活。因为稳定通有切，上好是啥物拢安排好势，心内才会安心。也毋过上帝带人入去迦南，偏偏就是要爱人学习放手。承认我无法度啥物拢掌握。摩西一直提醒百姓，恁是从来看过上帝作为的人。这句话对我来讲嘛真重要，因为我也知影，上帝伫我的生命中其实有真侪时阵是因为我想要靠家己。也毋过最后无法度，上帝却替我来开路。只不过是时间一久了后，我真紧就袂记着，又搁开始靠家己。这读到最后讲到天会关目，地会干，我反倒感觉无感觉被恐吓，较亲像被疼惜的提醒。上帝好亲像咧讲，你若离开我愈远，性命自然就会孤单。这段经文
对我来讲是咧问我，今仔日的生活，我是靠家己，也是愿意抬头看上帝。我心内回应其实真简单，就是求上帝帮助我，伫每一个生活当中，一摆学习信靠伊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一路带领阮的上帝，就亲像你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行过旷野，徛伫水的地的门口。今仔日你嘛带阮来到这步，主啊，你知影阮的心，知影阮的软弱，有时真紧就会袂记起你的作为，真紧就会想要靠家己来过一种稳定、安全的日子。求你赦免，当阮的心我去靠家己，无抬头看你的时，主啊，求你来引带阮、提醒阮，因为水的地毋是一个敢若互人放松的所在，是一个逐工拢爱学习信靠你的所在。求你帮助阮，伫每一日的生活当中，学习听候你的供应，无急要用家己的想法、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当阮面对选择、面对压力、面对未来的时，求你提醒阮，你是迄位永远掌权、永远看顾、永远听阮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的心，免得阮将工课、成就、金钱，甚至家己放伫你的位的头前。当阮的性命感觉真孤单、无力的时，求你搁一摆用你的恩典来引带阮，互阮会记得离开你，阮的性命就无法度过了丰盛。主啊，我们将今仔日所读的话放伫心内，伫生活中慢慢行出来。愿阮逐工拢做同一个选择，就是选择听你、信靠你、顺服你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阮将一切拢交托伫你的手中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并且伊拢会做满，咱就算消伊的恩，日日永有存。好在的艰难变成欢喜，烦恼变福气。伊的脚引带，互人稳定拢无散。开咱的心。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就